我通找到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分的时求救伊。歹人就离开因的路，不义的人就改换因的念头，回应邀我，伊要入面因。回应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变行赦免。像咱只是来吟圣诗47首，圣诗47首。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 你名我要永远尊重，主要我至悬至大，袂通切度分位换我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 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坐到世界你也袂做成，你互人归土，因为伫你看1000年，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，你亲像用大水甲因流去。 因亲像草，早起时无声，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阮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。 阮一生的年日是70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
求你甲是阮怎样算阮家己的日子。耶和华要到一时呢，求你倒转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。愿你所做对你的劳碌显现。愿主，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。阮的愿你坚固伊。圣诗247首，主耶稣，我要倚靠你，只有通靠你，恳求你施恩救赎我到一时，将咱起立来临转首。丰盛的恩典甲慈悲，你自入你的百姓，伫你的圣殿内敬拜你。今仔阮用悲伤忏悔心来到你的殿中的，你无要看轻，你拢要安慰甲赦免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届得到喜乐甲帮助。念这日子已经过，已经是一冬的最后一季，阮就爱反省一冬的所做，有做无够遐的，就爱紧紧进行。 有欠亏的，就爱补足；有得罪兄弟的，就爱紧紧三会，互相体谅；有久久无联络的亲人，就爱利用时间三问安、三探访。
主耶稣，你是身躯，阮是你的肢体，你用疼将阮甲你合做一体。阮忧伤的时，你用手搭阮的脚趾片；阮啼哭的时，你用肩胛头互阮靠；阮困苦的时，你用双手爱阮行。求你，互阮学习你的模样，用你的疼来疼阮四周的人。求你，互阮时常仰望你，当阮疼心冷淡的时，搁一摆烧热阮的心；当阮埋怨的时，求你，互阮会当体会主你受苦。伫10月1日甲11月初4，我们选出服侍的长老甲执事，求主陪伴选甲受选的人的心，拢会当合主你的旨意，也互选出的种植的家庭受主的看顾，伫因忠心服侍日子中，有主甲因的家庭同在，互因无家庭的顾虑甲烦恼。教会逐团契、逐步、逐族所选出服侍当中，求主特别赐因智慧甲气力，人当中彼此有鼓励、安慰甲带导，毋通互魔鬼较赢，伫中间破坏同工的和谐，互阮亲像一家人是袂通分离的肢体。愿上帝应邀伫阮的彼此相听中间三方面中，来搁再得到搁较大的应邀。愿上帝尊贵伫阮的同心敬拜中，搁大大来得到尊贵。你无无在日子中间，求主有缘做阮的大牧者，引带阮、安慰阮，求主陪伴一个牧养阮英国教会的服侍团队，伫未来的日会当带领准备好为福音前线的应付清兵，伫应福地区高举基督的旗号，行遍大街小巷，将基督救赎讨棒的福音传到每一家每一户。阮也是今仔日的敬拜，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愿阮的敬拜甲祈祷会当成做香香的祭，愿主接纳，也愿圣神运行伫今仔日下早的台语礼拜甲华语礼拜中，无论讲的甲听的，拢得到白的祝福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